2026年7月26日主日，雖然有風有雨，但都唔會阻礙我哋同心敬拜。願意我哋一同喺家裏邊敬拜嘅時候，請你哋將一啲阻礙你要專心敬拜嘅事情都擺埋一邊，讓我哋可以專心仰望神。我哋一同站立，同唱此禮頌。請聽聖經嘅說話，神的眾子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着為王，耶和華坐着為王，直到永遠。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大家請坐，我哋一同以詩歌去頌讚神。第一首詩歌《平安的路》。人間有位真神，他愛你，體恤你軟弱，名字叫耶穌，是你好牧人，能引導你走向光明路。如遇困倦，來放低憂愁，他愛你，使你能痊癒。來吧，向前走，神恩典多深厚，能擔當憂患，背負你重擔。真一自由，喜樂平安，奇妙的恩典，一生足夠，在雨中仍見彩虹，黑暗漸變光明，每日早晨也是新的。天下人間有位真神，他愛你，體恤你軟弱，名字叫耶穌，是你好牧人，能引導你走向光明路。
前走，神恩典多深厚，能擔當憂患背負你重擔。進入自由，喜樂平安，奇妙的恩典，一生足夠。在雨中仍見彩虹，黑暗漸變光明。每日早晨也是新的。進入自由，喜樂平安，奇妙的恩典，一生足夠。在雨中仍見彩虹，黑暗漸變光明。每日早晨也是新的。在雨中仍見彩虹，黑暗漸變光明。每日早晨也是新的。雨中仍見彩虹，願呢一份嘅盼望常存我哋嘅心裏邊。我哋有第二首嘅詩歌係主是安息港。心渴無恩主，而能到我，就讓神恩典可充滿我。軟弱絕望，是我主給我力跨過。心渴無恩主，仍懷抱我，眼淚神感動，不再負荷。感激主你接納愛惜我，在主裏是安息開講，難阻暴風急雨過。讓我風雨裏能靠心裏平安，是主你像漆黑星光，能照亮我心，指引在午夜前行。眼淚神擔當，不再負荷。感激主你接納愛惜我，在主裏是安息開講，難阻暴風急雨過。讓我風雨裏能靠心裏平安，是主你像漆黑星光，能照亮我心，指引在午夜前行。在主裏是安息開講，難阻暴風急雨過。讓我風雨裏能靠心裏平安，是主你像漆黑星光，能照亮我心，指引在午夜前行，指引在午夜前行。願主係我哋每個人嘅指引。我哋而家又一同嘅禱告。愛我哋嘅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
你嘅慈愛到今天仍然冇改變。我哋深信你喺坐着為王，你係掌權嗰位。縱然有風有雨，但我哋依然同樣嘅有盼望。我哋願意你祈求你繼續嘅賜下平安，讓我哋喺呢一個地方，喺呢個香港成為你嘅見證。願意你嘅慈愛繼續幫助我哋，讓我哋可以因着你嘅愛，我哋可以持守呢一份嘅信仰。我哋感謝、讚美、祈禱係奉靠耶穌基督得聖名祈求。阿門。而家係讀經嘅時間。今日講到嘅經文記載喺哥羅西書1章27至29節。第27節，願神叫他們知道，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29節，我也為此勞苦，照着他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今日正道嘅題目係所盼所望，為我哋正道嘅係吳牧師，將時間交俾牧師。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好開心喺網上面見到大家。雖然咧我哋見到天氣就麻麻地啦，但係感恩咧，我哋仍然可以喺家中嚟到崇拜。今日嘅講道嘅主題咧係有關於盼望。呢個題目我哋應該唔陌生，喺聖經裏邊咧都講到，喺我哋嘅人生經驗裏邊，喺信仰經驗裏邊常傳嘅係有信望愛三樣。咩叫常傳呢？即係話咧，佢去到永恆嘅時候，仍然係繼續有意義、有意思。所以就算喺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當中，我都知道有啲嘅改名咧，都係用咗信啊、望啊咁樣嘅。今日嘅講題咧係所盼所望，經文咧係嚟自哥羅西書1章27至到29節。多謝頭先鄭姑娘啦，已經幫我哋讀出啦。今次講到嘅內容咧，其實好應景啊，都講到喺我哋人生嘅挑戰同埋困難底下，喺風雨當中，我哋點樣咧可以繼續揾到喺基督裏邊嘅光明同埋盼望。喺啱個禮拜咧，其實有一位嘅講員啦，佢講到一啲與神同在嘅人咧，就係嗰啲可以同命運周旋到底嘅人。所以呢度咧，我都接續佢啦。我睇到咧，有盼望嘅人咧，其實唔單止可以喺困境當中，仍然有展望，可以同命運周旋到底。佢仲可以繼續喺基督裏邊咧，有平安同埋喜樂。就似頭先我哋聽到嘅詩歌係咩？喜樂平安，呢個咧都係我哋喺盼望當中先可以更加深去經歷嘅嘢。喜樂平安喺困難當中唔怕面對挑戰，呢個咧就係我哋一個有盼望嘅狀態。最近我哋教會都有好幾位嘅肢體咧，離開世界，安息主懷。有啲係年長嘅，有啲係同我年紀差唔多嘅，有啲經歷咗長期嘅病患嘅考驗，亦都有啲係好自然，因為身體年紀老邁，90多歲嚟到去離世。一方面我哋可以話咧，呢啲係我哋嘅命運咧，係咩？生老病死，我諗冇乜人係可以脫離。但係到底面對呢啲人生嘅限制嘅時候，我哋只能夠鬱鬱而終，定係我哋可以有其他嘅出路呢？我喺坊間，就算未信嘅人，其實我都睇到，我哋唔一定係咁灰心失望。喺風雨飄搖、黑暗當中，我哋仍然可以用我哋有嘅去尋找光明。就好似咧有一位嘅詩人佢話：
黑夜咧吸引我黑色嘅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我哋有信仰嘅更加會明白喺基督裏邊，我哋係有一個盼望。盼望呢個中文字咧，其實都係好有意思。佢嘅字義咧，其實正好多對應住聖經裏邊有關於盼望嘅概念。望係嗰個結果，係知道個完美；盼係嗰個過程。望呢個字咧，其實佢嘅意思咧係指滿月 full moon 啊，就係完美咁解。如果我哋喺中學階段讀過咩王菲嘅少年時代咧，我哋都會即係背過一啲句子，可能話即係每夕索望咁樣。阿岳飛咧就會去向佢嘅師傅嚟到去自製。望係咩咧？咁有15啊，索就係初一。佢係講到喺人嘅概念裏邊一個完美無瑕嘅境界。喺聖經裏邊，其實哥羅西書都有近似嘅揭示。聖經咁講，佢話神願意叫他們知道，呢個奧秘喺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嘅榮耀，就係基督喺你哋嘅心裏邊成了有榮耀嘅盼望。哥羅西書咧係一卷高舉基督嘅書卷，裏面講到咧，我哋所信嘅基督超越萬有，同一卷好出名嘅書信以弗所書咧，其實都可以話咧係一個姊妹作。當佢睇到喺基督裏邊呢個信仰嘅時候咧，原來喺以前所謂外邦人真係未信嘅人咧，佢係唔知道咧喺基督裏邊有呢一個人生嘅圓滿，有呢個嘅所謂奧秘。奧秘喺聖經嘅意思咧，唔係話嗰樣嘢神神秘秘，而係講到咧佢已經喺度噶啦，但係以往係遮住咗、揞住咗。當佢嚟到耶穌基督降生嘅時候，耶穌基督復活升天嘅時候，呢一個生命嘅秘密就被神所揭示出嚟。人生嘅圓滿，其實我哋一生都經歷緊同埋追求緊。喺之前嘅信息，我都有提過，其實我哋基本嗰個嘅追求嘅範圍係咩？所謂有一個叫做虛心嘅領域啦，就係同神一齊，好似一棵樹栽喺溪水旁咁樣，就好似大家所見到嗰幅嘅圖畫。不過呢個係最基本嘅。當我哋願意同神一齊面對各樣嘅嘢，我哋已經有咁嘅能力，可以同命運周旋到底，係咩？徐牧師都提醒我哋。但喺聖經裏邊，有關呢個真理咧，亦都係有更加豐富嗰個嘅內容。我哋睇翻喺聖經裏邊咧，其實有個金句，我覺得都同今日嘅信息好有關係。當耶穌基督喺臨離世嘅時候，佢準備成就嘅啦，係咪？但係佢對住一班嘅門徒啊，喺最後晚餐嘅嗰一日，佢同佢哋有祈禱。當耶穌基督去睇翻一生嘅時候，佢喺嗰度咁講，佢話原來認識你獨一嘅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嚟嘅耶穌基督，佢就係嗰個咧最重要嘅生命，同埋所謂係嗰個嘅永生。亦都有個神學家講到咧，即係人生嘅目的係乜嘢咧？咁樣嗰個叫巴克啊，好出名，好 classic 噶啦。佢就話：原來人生最重要嘅就係認識神。我哋人生經歷過好多好多唔同嘅嘢，由我哋細個啦，到成長啦，開始探索呢個世界，有自己嘅事業，有自己嘅生活。其實喺呢一個嘅生命經歷裏邊，我哋學到、經歷到、睇到、聽到、學到好多好多好多嘢。呢啲人生嘅經歷就係構成咗我哋嘅生命，但係呢啲嘅生命到底嗰個意義喺邊呢？佢指向嘅係乜嘢呢？我哋宗派嘅創辦人宣信博士，其實
佢都有一個好嘅歸納。佢話喺一個基督同行裏邊嘅經歷咧，其實一路係指向一個更深嘅生命。更深嘅生命其實係指一個同神更加深嘅關係。我哋同我哋身邊嘅人係點樣有認識嘅咧？我哋嘅關係係點樣進步嘅？我哋係一路去同佢一齊生活啦，同佢溝通啦，去了解啦，去學習啦。呢個原來咧都係仿似我哋同神認識一個過程。神讓我哋生而為人，生於呢個世界上邊，其實就係透過呢個短暫嘅人生，讓我哋深切嘅認識神，特別係透過耶穌基督嘅救贖，讓我哋咧可以了解同埋掌握明白生命嘅意義。生命嘅意義其實係可以一路嚟到進深。信信博士初喺提出呢個概念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佢原創嘅嚇。開頭有人表達嘅就係一個所謂更高嘅生命。咁喺當時嘅聖潔運動裏邊，其實一班好渴求嘅人，佢哋超越咗宗派嚟到去追求聖潔，有一個更屬靈嘅生命。我哋啱啱嘅主日早2個禮拜，我哋咪去咗5旬節聖潔會嘅咩？其實呢一個嘅宗派都係當時聖潔運動嘅產物。不過咧，聖潔運動去咗5旬節，就變咗5旬節聖潔會。嚟到我哋嘅宣道會，就變咗宣道會嘅4重福音，就係我哋嘅標誌右邊嗰個洗作盤啦。我哋用紫色嚟到標示咗出嚟。認識耶穌基督係我哋人生最終嘅目標。當呢個奧秘喺我哋嘅生命經歷裏邊，一路讓我哋明白，一路被揭示嘅時候，佢最終要喺我哋嘅心裏邊咧，成為咗最重要嘅嘢。完美係乜嘢咧？就係基督成為我哋心裏邊榮耀嘅盼望。翻過嚟講，我哋所追求嘅完美，未必係聖經所講嘅完美。喺我哋人生嘅成長當中，你可以諗下，我哋一路追求嘅，到底係啲乜嘢？細個嘅時候可能好簡單啦，我自己嗰陣時係好想有一架坦克車啊。咁我記得即係細個一有利是錢嘅時候，咁我小朋友嘅時候就買咗一架坦克車。咁當時嘅環境都好窮嘅，其實都係。咁啊，只係住喺一啲石澳母區裏邊啦嚇。咁啊，其實我諗唔少嘅香港人都係喺嗰陣時一個貧困嘅環境當中成長同埋學習。60幾年嘅時候啊，即係所謂 baby boomer 嘅時代，當時嘅香港出生率係最高，一個家庭平均有4.6個小朋友。去到90幾年嘅時候，平均係1.8，2個都唔夠。我哋係經歷過挑戰，經歷過貧困成長。我哋就算係咁，我哋都仍然有我哋心裏邊一啲嘅渴望啊！細個嘅時候可能係買一個玩具啦，大啲嘅時候，我記得去到中學啦，咁啊用利是錢買咗一個萬用錶啦，即係我哋做維修嗰啲嚇。中3嘅時候嘅利是錢買，我記得。我哋會一路追求啲嘢，我哋未必係好有野心嘅人，但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期盼。呢啲期盼一路落去嘅時候，如果能夠滿足到嘅，咁我哋都開心嘅，係咪？但係一路落去嘅時候，我哋嘅所謂完美，有冇可能，或者有冇啲時間變成我哋嘅遺憾呢？咁喺呢幾十年，喺呢段時間裏邊，我哋生命嘅經歷，即係又有啲嘢得，咁咪真係得到啦；又或者有啲嘢求之不得，就輾轉反側。咁到底呢啲嘅遺憾對我哋嘅人生又係咪有意思呢？咁我自己嘅體驗呢，就係最終其實呢啲嘅經歷，就好似頭先聖經所講，我哋係透過咁樣，透過呢啲嘅挑戰，或者透過呢啲嘅遺憾，
嚟到去更加深嘅認識神，認識你獨一嘅真神，並且認識佢所差嚟嘅耶穌基督。呢個就係我哋邁向呢條天路，我哋生命裏邊一個嘅學習。最近我哋又睇到喺新聞啦，有一啲我哋好熟悉嘅明星啊離世啊，80多歲啦，謝賢啊，亦都有人係列出一啲今年離開我哋嘅一啲我哋熟悉嘅人。我哋睇到佢哋都係曾經風光嘅，即係阿謝賢話咧，佢嘅錢係多到去買2條彌敦道嘅，佢自己講。咁你會睇到就係喺咁風光嘅背景生活底下，但係人原來最終都係要面對生命嘅限制，生老病死係我哋冇得走。我哋可以喺今生繼續去強調嘅咁，譬如我識有一個人啦，咁佢而家年紀同我差唔多，佢中意嘅嘢咧就係儲高達，所以喺佢間屋裏邊咧，即係成1000尺嘅屋，係擠咗好多盒，即係士多房擠滿晒，唔好講啦。3個房裏邊咧就有2個房係擠呢啲啦，咁啊計埋工人房3個啦。話廳就大概係擠到半腰度啦。好想得到佢細個攞唔到嘅嘢，一路擠。咁最後佢幾時終於又放低咧？講去到準備要搬屋啦，同埋太太下呢個續玩具令嘅時候，你再唔執咧，我就抌咗你嘅咁樣。於是佢就放晒出去賣咗。咁我哋會問啊，到底我呢位朋友佢儲咗幾十年嘅高達咧，即係嗰啲高達嘅版本咧係好珍貴嘅版本嚟㗎，最後佢都係賣咗啊，或者有啲送出去。經過幾十年，個意思係點咧？原來我哋睇到咧，我哋當然想去完成我哋呢個遺憾，但係原來人嘅完美唔係喺人嘅慾望當中。當然有啲人唔憤氣嘅，最近我睇世界盃頒獎禮咧，我哋又見到阿蒼蒼佢嘅鞋都要壓住咧嗰個頒獎台啊嘛，係都唔走嚇。咁佢已經係俾人笑㗎啦嚇。咁但係取笑佢嘅人咧，其實都冇太惡言相向。咁當然咧，因為佢係美國總統啦。就係第二就係我哋其實喺我哋自己嘅人生裏邊咧，我哋何嘗唔係咁咧？當面對住我哋生命嘅時候，我哋唔係一樣想企翻嗰個所謂完美嘅思維，將我哋中意嘅嘢放喺我哋嘅生命嘅核心嗰度，我哋都係咁嘅。但係當經歷過咁多年生命嘅學習，加上聖靈我哋俾我哋嘅提醒，我哋都知道其實呢啲嘅人嘅期望、人嘅希冀，其實唔係嗰個完美。我哋始終要面對生命嘅終局，我哋曾經擁有嘅嘢，始終都會過去。所以當使徒保羅佢與神同行之後，佢自己心裏邊嘅心得，佢就會發現啦。去到最收尾嘅時候，佢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邊活着。他是愛我，為我捨己。當去到人生嘅終極嘅時候，原來喺基督裏邊完美嘅盼望，係讓我哋可以繼續心裏邊得到滿足。我哋嘅終極，我哋嘅終點係一個完美有榮耀嘅盼望，但喺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係有學習同埋有挑戰。望係指到個完美，中文盼係咩意思咧？盼就係講到黑白分明，所以咧佢嗰個字咧，你見到拆開就係無分，就係咁解，即係能夠好清晰咁樣看見。冇錯，你望住嗰個完美，但係唔係淨係個目標㗎嘛，佢仲有個過程。到底呢個邁向完美
美，讓基督喺我哋心裏面成形嗰個過程係點嘅咧？咁樣聖經繼續咁講嚇，講完27之後咧，佢突然間就跳去28、29喎。佢話：我們傳揚他係用諸般嘅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將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嘅引到神嘅面前。啱啱講完嘅就係讓基督成為我哋心裏邊榮耀嘅盼望，但係使徒保羅望住基督，跟住再望翻自己嘅時候，佢卻係睇到原來將人帶到去神嘅面前，就係佢邁向完美一個最重要嘅過程。點解咁講咧？就係如果你話基督能夠成為我哋心裏邊嗰個盼望，我哋點樣可以讓自己明白呢樣嘢更加多呢？我哋咪就係試下自己，或者係試下將人帶到去神嘅面前咯。所以如果睇翻保羅嘅事工，佢係做啲乜嘢呢？其實無論佢係教導啦、宣教啦，又或者係好多其他嘅司職啦，其實就即係甚至佢織帳棚都好啦。佢最緊要係乜嘢啊？原來咧，佢做呢啲各樣各樣嘅嘢，佢歸納咗佢嘅人生，都係要將人完完全全嘅去到帶到去神嘅面前。有時係要用諸般嘅智慧嘅，有時係要用勸戒嘅，即係話喂，你咁唔啱喎，你咁唔好喎，即係感同身受咁樣嚟到去提醒佢。有時佢根本係唔明嘅，你係要教導佢，咩方法都好，咩形式都好，原來咧都係要將人完完全全嘅可以帶到去神嘅面前。所以當我哋邁向一個將基督承認喺心裏面嘅過程，傳揚基督呢樣嘢咧就好唔少得。因為就算你知得幾清楚都好，如果你唔係去經歷咧，你又好難有嗰個進步。就好似我哋講到生命成長嘅時候，我哋淨係自己諗，可能係好多經驗上嘅限制，因為你冇個互動喺度。生命嘅成長總係離唔開信仰嘅群體，生命嘅成長總係要同一班願意與神同行嘅人一齊嚟到去行進。保羅仰望基督嗰個完全，當佢又轉眼望翻自己嘅時候，佢有一個感嘆。喺腓立比書裏邊嘅講到，佢話佢正係喺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咁啊，梗係好得無比啦，係咪？你搞咁多嘢，學習咁多人生嘅經驗，做咁多嘢，其實就想讓基督可以咧喺你心裏邊咧成形，同埋讓你咧人生有一個積極喜樂平安嘅盼望。呢個如果直接達到與基督同在離世，咁梗係好得無比啦，係咪？咁但係佢又講到喎，如果望翻轉頭咁，剩翻啲咩緊要咧？如果我未死得，佢話原來喺肉身活着咧，係為你們更是要緊。呢個唔單止係講到關係上邊，其實佢都係講到咧喺盼望呢一個嘅過程當中，喺讓基督喺你內心裏邊嘅成形呢個嘅經歷裏邊咧，我哋傳揚佢、引導人、教導人、勸戒人，將佢帶到神面前，就係我哋人生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嘅嘢。因為如果我唔咁做咧，你好難去明白耶穌基督佢所經歷嘅係啲乜嘢，亦都好難去感同身受。到底呢位耶穌基督在世嘅時候，將人帶到神嘅面前，係面對幾大嘅考驗同埋挑戰。我哋嘅生命係效法基督，所以我哋活着就是基督啊嘛，係咪？我死了就有益處啊嘛。呢個咧都係保羅咧好極致、好終極嘅體驗。喺我哋嘅人生裏邊咧，其實保羅會睇到，既然咧傳揚基督係一個咁重要認識基督嘅過程，
所以佢都喺神裏邊話啦：我也為此勞苦，照着他在我裏邊運用嘅大能，盡心竭力。我曾經係澳門嘅宣教士，喺澳門嘅時候呢，一到埗呢，我體驗咗一樣嘢，我體驗咗同一班與神同行嘅宣教士一齊侍奉同埋一齊工作，即係話你去咗一班已經有認證嘅人當中嚟到去服侍啦。咁跟住又點呢？咁所以喺澳門宣教嘅體驗呢，其實俾我對認識耶穌基督呢係有好大嘅幫助。因為既然一班人已經係忠心良善啦，咁跟住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最近呢，有機會啦，同喺外國翻嚟退休嘅宣教士啦，有溝通，亦都係同弟兄姊妹去傾起以前咧喺澳門嗰個嘅侍奉。喺傾起嘅時候呢，我會睇到，就算大家都係與神同行，願意忠心良善，神俾我哋嘅宣教士都有幾類唔同嘅經歷。我自己嘅情況呢，係侍奉到一個階段之後，神呢讓我離開宣教嘅工場，嗰部分嘅工作完結咗啦，咁我可以離開。神帶領我繼續有唔同嘅侍奉啦。咁而家呢個階段就喺愛主堂，亦都有一啲嘅宣教士呢，佢終身都喺嗰度工作。點解呢？就係因為呢，佢20多年喺澳門啦，佢同我年紀差唔多。不過佢一翻美國呢，咁就蒙主寵召啦。佢嘅一生，神原來呼召佢，最主要嘅原來就只係喺澳門呢個地方嚟到侍奉，因為佢一翻到美國就見天父啦。亦都有一啲嘅宣教士，就好似我頭先提過嗰位退休嘅宣教士啦，佢都有40多年咧喺澳門同埋香港嚟到侍奉。佢仍然在生，佢繼續原來咧就掛心住咧唔同地方嗰個肢體。點解會咁講咧？就係因為我離開宣教工場嘅已經有7年幾，我冇諗過咧，佢仲會揾我嘅。其實當時喺澳門，大家都有合作啦，係咪？佢係我工場主任，外國牧師好有心啊，亦都係做一啲智障家庭個工作。我冇諗過咧，佢隔咗7年之後咧，佢仲會揾我。同埋阿牧師又好得意嘅，阿牧師咧，佢係唔用 WhatsApp 嘅，佢係用電郵嘅。我喺10幾年前嘅時候，又為佢祈禱，又花咗好多精力咧，先至最後佢肯用智能電話。同埋個原因都其實都唔係我，係因為佢喺佢哋差會嘅週年聚餐裏邊抽到一個 Windows Service，係神幫咗佢，咁佢先至肯開始用 WhatsApp。咁我哋都啲同工喺澳門都好頭痛啊，因為阿牧師就咁同我哋講，佢話奉獻俾佢好多教友咧，其實都冇智能手機，所以佢都唔用啦。咁你又唔好笑佢啊，因為我亦都識有一個好出名嘅牧者，譬如就係叫包會元牧師，佢係唔開冷氣嘅屋企。個原因同嗰位叫大牧師啦，丁文啊，同佢一樣。就係因為佢知道奉獻俾佢教友屋企都係冇冷氣，所以阿巴牧師從來都唔開冷氣。咁同阿巴牧師係一個好得意嘅人嚟嘅，係老一輩嘅侍奉者啦嚇。佢係神學院嘅院長，不過宵夜成日着西裝，我都冇諗過其實。咁我哋會睇到咧，其實一唔同嘅侍奉神嘅人，唔同與神同行嘅人，神使用佢咧係唔同。我哋會睇到原來咧有一樣嘢相同嘅，就係佢哋最後都係將佢哋所有嘅專注力，去到年紀大又好，去到中斷離世又好，或者好似我已經翻香港都好，我仍然係會掛心住我曾經接觸過嘅人，因為我知道呢啲對我哋嚟講先係最重要。
我哋讓耶穌基督嘅性情喺我哋心裏邊，我哋認識佢，讓佢成為我哋心裏邊榮耀嘅盼望。但喺過程裏邊離唔開對人、對唔同嘅人嘅關心，有一個心將佢哋完完全全嘅帶到去神嘅面前。所盼所望係咩呢？最後我哋喺侍奉同埋人生嘅過程裏邊，可能我哋會發現咗一樣嘢，呢樣嘢就係咧，原來人生最終極嗰個意義唔係喺我哋自己嗰度。我哋好多時聽到一啲嘅箴言係咪？即係 be myself 咁啊，咁我都知啦。自己點都係要面對㗎啦，面對自己，挑戰自己，讓自己一路有突破。呢個都係喺我哋身邊好多正面嘅人，我哋可以睇到好有意思。但係今日嘅信息俾我哋知道，當我哋話我哋有盼望，當我哋面對人生嘅局限同埋命運，仍然可以同佢周旋到底嘅時候，如果我哋仍然能夠有平安同埋喜樂，只係因為耶穌基督嗰個嘅豐富，耶穌基督嘅生命成形咗喺我哋自己嘅內心裏邊。冇呢份嘅成形，冇呢份嘅盼望，其實我哋好難喺各樣嘅挑戰底下，仍然帶住平安，甚至帶住喜樂。所以今日嘅信息係講到盼望，呢個咧，我相信都係我哋人生好終極需要嘅學習。聖經話常存嘅，能夠去到永恆嘅，只有三樣嘢：信心、盼望同埋愛心。願意咧，主咧透過呢啲嚟到激勵我哋。最後嘅時候，我哋又諗一諗，我哋教會啊，我哋雖然係一間小嘅堂會，但係當我哋去計劃事工，當我哋去策劃活動嘅時候，其實今日嘅信息亦都係提醒我哋需要以人為本。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function， 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部門，但係呢啲都一定需要係將人完完全全嘅帶到神面前。呢個活動可能係有啲教導嘅工作，有時有一啲輔導、關心、提醒，有一啲咧係直接傳福音。但係無論點，我哋都需要咧喺基督裏邊常存盼望。願你主嘅説話幫助大家。多謝牧師嘅鼓勵，我哋而家同唱回應詩，因你堅持。收取莊稼理想，撇棄這生貪愛，願背十架踏上，全為你突破自我，釋去心靈怯懦，跟擺上心思念，未怕崎嶇痛楚。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豐豐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
安排上心思念，未怕崎嶇動作。寒夜裏有你共我，堅固心人居所，定續我這救贖，讓我附上感動。更信任你堅持，貧困幸有你醫治，今天差遣我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彷彿受過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奉上，永遠長眠。請大家一同站立，我哋同頌主禱文。預備起，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脱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而家請吳牧師為我哋祝福。而家我哋一齊低頭，繼續憑信心去領受神賜福。但願嗰位喺風雨中都可以繼續使到你哋有盼望嘅神，因信將諸般嘅喜樂同埋平安充滿你哋嘅心，使到你哋可以藉住聖靈嘅能力，大得盼望，直到見主。阿門。